我代表第11届理事会向年轻的新一代会长表示祝贺。男体会长年轻、有活力、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为他担当會長充滿信心。各位鄉親，新時代嘅號角已經吹響，新嘅旅程序幕已經拉開，新一屆理事會將會進一步擴大團結嘅範圍，特別注重凝聚青年力量，包括我哋嘅大學生、中小學生，我哋將會透過關心、支持同埋引導，推動我哋嘅新青年事業。我哋將會同全港嘅市民攜手同心，共建美麗嘅香港，為祖國繁榮穩定，為中國民族嘅偉大復興貢獻我哋嘅新力量。都見證佢哋咧多年嚟咧係為我哋社區作出咗非常之重要嘅貢獻。一路以嚟，愛國愛港嘅信心咧係堅定始終如一嘅。楊議會長咧更加係公認嘅女強人，辦事能力非常之高。肯定咧能夠咧同理事長咧一齊咧為總會咧係帶嚟一個新嘅高峰。希望我們各位鄉親要帶頭繼續關心、參與和支持，為香港的發展，也包括香港經濟、社會、政治、民主制度的發展進步，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我們相信，在新一屆理事會，在楊議會長帶領下，傳承愛國情懷，同義鄉親，建設社區，讓我們會務會更有活力，讓田崗會成為我們溫暖的家。相信在新一屆理事會的帶領下，會令人繼續團結，凝聚在港鄉親，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做出了新的力量，貢獻力量。過去的歲月中，廣大校友多次花攜母校，走訪為民捐資助學，為母校嘅基礎設施建設同埋教學資源嘅升級提供了寶貴嘅支持。你和你每一份付出，校師生都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希望各位同學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咧大家今年咧12月7號咧就打返選舉，希望大家咧都出嚟支持愛國愛港，支持香港繼續繁榮發展嘅候選人。受施清流主席之委托，請代表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向新一屆的理事會全體同仁致以熱烈的祝賀。係一路嚟為我哋香港社會為聯繫家鄉作出嘅貢獻。我哋田崗總會同埋校友會咧，一路都係喺香港，特別喺我哋嘅東西區裏邊，係好多係支持社區嘅活動，參與好多社區。我哋會咧，即係田崗呢個會咧，能夠咧會務蒸蒸日上，同埋咧阿楊議會長咧，希望佢帶領之下咧，多啲年青人加入咧，令到我哋嘅呢個會咧更有生氣。多謝各位。祝願我哋福州田崗聯誼總會會務昌隆。好咧，祝願我哋田崗會啦，會務咧蒸蒸日上，好嘛？希望咧我哋繼續喺社區拍住上，令到中山區變得更加好。多謝大家。